大家好，我係游煥松。最近我喺 Rhapsody in Lingua 嘅影片下底留言愛問題啦。我喺2026年3月29號嘅時候就留言問題。我有問嘅問題將係問題，叫在 Instagram、YouTube 追蹤金立兒、愛爾蘭兒、Scots 還有 Scottish Gaelic 嘅望風毛。冇念到 YouTube 平台就刪除佢我嘅留言，做乜解啊？而且唔中意我嘅留言地方要寫到 Instagram 呢就4眼黑毛。還有啊，係唔係因為你唔中意 influencer 呢就名詞？做乜解愛刪除我嘅留言？嚇，我想係好奇愛啲愛辨認這種嘅語言，有乜解 influencer 啫嘛？有乜解網紅啫嘛？係眼樣都要錯啊？嚇，請睇下評理下。我唔服，我喺3月31日，即係派你在佢嘅影片底下要問同樣嘅問題啦。然後30分鐘之後，我再看上去一條影片下底，YouTube 平台要刪除佢我嘅留言啦。做乜解啊？我問我嘅朋友，佢就講：哦，我嘅留言啊，好像 MLM 多錢出傳銷。Multi-level marketing， 乜雞啊？我要 market 乜雞東西啊？嚇，笑死我！唉。